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独到信心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另外一段的经文是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到17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兄弟啊，我真甲恁讲话，无为掠恁做属神的人，是做属肉体的人。踮伫基督是做婴仔的。我捌以恁饲恁，无用勉娘，因为恁前袂堪得，斗胆也袂话。是恁趁肉体，恁中间既然有怨妒、相争，敢毋是趁肉体照人的款来行吗？因为这个讲，我属保罗；迄个讲，我属阿波罗。安尼恁敢毋是趁人的意思吗？阿波罗是甚物？保罗是甚物？是恁所对应来信的车因。照主所赏赐逐人的，我栽种，阿波罗压水，独独上帝予伊大长。安尼时，栽种的、压水的，拢袂算得少，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若定。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若是逐人照家己的着磨，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因为阮是上帝会当着磨的，恁是上帝所造的园，上帝所起的厝。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我亲像智慧的师傅头，有下地基，别人起伫迄顶面，总是逐人着谨慎怎样起伊。因为所下的地基以外，无人会下别的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总是人若用金、银、宝石、茶、草、稻谷起伫即个地基顶，逐人的工着要落现，是迄日要显明伊，因为要对火来显现，国火要试验逐人的工是甚物款。人所起造的工，若还留地，就伊要得到工钱。人的工若烧落去，伊就拄着损失，独独本身要得到救。毋过是亲像对火中脱出，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吗？人若毁坏上帝的殿，上帝要毁坏伊，因为上帝的殿是神，殿就是恁遮的。圣经读到遮。今日牧师要甲咱进度的题目是圣灵甲教会，圣灵甲教会，请小牧师。请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知影，是阮生活中间，阮的人生一切，阮拢知是主一切安排。伫主的安排中间，阮就相信。有主，你互阮欢喜的时，后拄着艰难的时，总是阮拢知主，你拢甲阮送到伫地。阮也感谢你，互阮今早起成个主日，阮会当正日路到这个圣殿来邀请你敬拜主你。恳求上帝当通过今仔日的敬拜，通过你的萝卜所透放的信息，会当互听的、讲的方便着得到利益。恳求上帝来带领、引带、赐福阮今早起的敬拜。祈祷奉主耶稣名来求，阿免。新年兄姊妹大家平安。我是13个月教会牧会，差不多20几年前开始。阮的教会拢用圣神感恩节来举行圣礼典。圣神感恩节会通讲是咱会当称作五旬节。五旬节是旧约时代耶和华所定的节期，的中间的一个节期。主要是要纪念收割大麦的节日，时间是伫半过末节了后大概50天吼，所以五旬节伊基本的意义就是收割，是收割，这是五旬节主要意义就是收割。
到一新约时代，主耶稣也捌讲起，讲夜目看远已经熄了，所以你着求园主别工甲伊修缮。而且咱看见新约时代是讲通过这个修缮，看见做个工、拯救的工，需要做人会当传扬福音。新约时代是个五旬节时，嘛是要讲起真要紧的，是讲要引带人来归主。所以对新约这个收割的意义，就是传福音、救灵魂、结果子，引带人归主，将失上的灵魂会当甲拯救出来，带入上帝国内。所以是昨个礼拜三，阮用圣神教人节即天来举行圣餐洗礼，我想这是真有意义。这个收割的工作，我想毋若是主耶稣是这个世上主要工作，也是主耶稣搁话几啊遍文道学生来显现。就是甲耶稣搁话40天中间，主耶稣最后有互这学生一个真要紧的命令，然后伊就上天。上天了后，门徒就遵照主耶稣所吩咐，有120个人聚集伫耶路撒冷一个老厝的顶面，祈祷有10天了后，主耶稣搁话上天了后，就是五旬节这一天应允的所应允的圣神降入伫因的身上，因就互圣神充满。伫五旬节迄一天发生了两项真要紧的代志，第一项就是圣神降临。要来接续耶稣世上的工作，伊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因为圣神的降临，咱已经对旧约时代进入新约的时代。对正了，咱是甲圣神生活斗阵，圣神随时要进入咱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心中。第二项代志就是第一间的教会设立，也是讲有史以来第一间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伫遐来起造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圣神的工作来设立。而这应允实际教会并而且咱就看见是讲，伫使徒行传第2章47节，只好记载讲，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加添福音就是赐给他们，这他们。就是这字原文就是讲教会，赐予教会。这是第一间是地上出现的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咱常在教会开始伫五旬节，就是圣神降临节。今日的教会是地上来起造，会当得到保守，就是因为迄个五旬节所赏赐的圣神，继续不断伫教会中间来运作，才有今日遮尔一个教会。来设立。对新约的观点，特别是保罗的观点，保罗认为教会是圣神的群体，教会是圣神作为的结果，圣神是教会本质的标志。所以圣神甲教会两方面有非常互动的关系。我特别要从对3方面来探讨。第一，我要讲起圣神建立教会。圣神建立教会，第二我要讲起圣神引带教会，第三方面我要讲起圣神装备教会。今日咱要对圣神甲教会第一个关系，圣神建立教会这方面共同来思考。在圣神甲教会的关系中间，咱为什么会讲圣神建立教会？对《使徒行传》第2章的记载，当五旬节迄一天，耶稣的学生组织耶路撒冷的一个老厝的顶面聚会，因伫遐互圣神充满了后，勇敢的见证，迄个修订是世界死埋葬罗因府的耶稣，对耶稣基督国话，特别是彼得一个讲道，迄边的讲道有3000人悔改认罪，接受洗礼，承认主耶稣成做因的救主。对信主的人，这信主的人就开始组织斗阵。并且所有的物件公家用，日日当心，全部伫殿内
人家一下来过饼，存着用欢喜的心，一下来参加共同来用餐，娱乐上帝，并且得到百姓来欢喜因，主也将得救的人日日来加天予因。因为圣神的作为，互这些信主的人自入参加斗阵，开始一个教会的生活。真明显，毋是，这若毋是圣神的作为，也无有今仔日耶路撒冷的教会被设立，当时互耶稣基督的教会延续到今仔日。所以咱会当确认，教会是圣神的群体，也就是咱这受圣神感动顶头生的基督徒所组成、所建立的一个群体。哥林多前书今日所查第3章16到17节，只要特别讲起，鉴在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踮伫恁的内面嘛。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也要毁坏伊，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恁，这个殿就是你们。这段经文真明显地指出，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是咱的中间，所以上帝的殿也就是圣神的作。亲爱的姊妹，今日咱踮伫这个圣神带领的时代，咱要安怎会当通过圣神的帮助，互耶稣基督的教会会当被高举，建立耶稣基督的身躯。我想我今日特别要用2方面，甲大家来思考。第一方面，大圣咱爱互圣神充满，互圣神来使用咱。第二方面讲起，咱爱求圣神帮助咱，掠耶稣基督做根基，来建立合一成长的教会。咱伫第一方面先来讲，大圣就是要安怎互圣神充满，互圣神来使用咱。使徒行传第2章，只甲咱讲起。是五旬节迄一天，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军队者，互圣神充满，因照圣神所赐的口才，讲起别样的香口，并且会当直接大胆讲道、传福音、传讲，为主来做见证。因为安尼建立了教会，所以伫使徒行传的记载中间。咱会当发现，教会的设立甲门徒和圣神充满有真重要的关系。这也是主耶稣一个上听了应允的门徒的一段话，就是今日咱所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所讲：，独圣神临到一恁的身上，恁就要得到灾灵。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得到地界。做我的见证。对耶稣应允学生要得到圣神的馈来，这段话中间会指出一个真重要的信息。门徒接受圣神，伫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开始，推展到犹太全地以及外邦人的撒玛利亚得到地界来做见证，建立。设立耶稣基督身躯，对正互咱会当看见，圣神甲教会的复兴的兴起，要互教会兴起是真密切的关系。所以今日咱要安怎互上帝的教会兴起，咱来互圣神充满，互圣神来使用咱。因为只有安尼，咱互圣神充满，咱才会当得到馈来，会当勇敢来为主做见证。对使徒行传中，咱会当看见，有当一个人互圣神充满了，伊有啥物款的才能来为主做工。是对使徒行传来看，大概我会甲伊分类大概有7项。当一个人互圣神充满时，伊当讲起别样的腔口，就是讲起别人所出世的土腔啦。伫使徒行传第2章14节有记载。互圣神充满了，学生有才能讲起别样的腔口，来互无共款所在来到耶路撒冷，遮个人拢会当听因的话，听到门徒所传讲的话，只真清楚。因为因拢会当用因的腔口
的腔口来讲话。当一个传教者，还是讲传福音的人，真正互圣神充满，伊所传讲的道理就这样充满开来，就这样所讲的话，就当互人的心有所感动，因为安尼，互人会当归着主耶稣基督来领受上帝的救恩。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大胆的来宣讲，大胆来宣讲上帝的道理。使徒行传第4章第8节到第10节讲起，迄时彼得互圣神充满，伊大胆官府、长老、文士，做有官兵的人，这有官兵的人会甲伊定罪，可以定他死罪，讲是伊是因的面前。彼得犹原大胆来宣讲耶稣是基督，所以这真正互圣神充满啦。伊一定知影，伊会知影无因为家己的得失是遐来论的。所以这真正互圣神充满人，伊一定会忘掉自己，无替家己的得失利害来拍算，只有将上帝所交托伊的工作来做好，就是互定罪受死，伊愿愿，因为上帝的缘故，伊当到死忠心，至死忠心。这是彼得的亲像咱当看。第三方面，互圣神充满，会当来做执事啦，配做执事。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7节，是这段经文中讲有指出，当一个教会执事，教会同工，虽望就是管理执事的问题，总是咱唔通看轻这个管理执事的问题。如果咱若无智慧来管理这公职的事情，就会互人发怨言，只好争论。所以教会圣工需要有圣神充满之事来担当，才会当互教会事工有真好的配合来建立耶稣基督身躯。第三方面，互圣神充满，会当互伊勇敢为主来顺道。使徒行传第7章54节到58节有记载，司提反互圣神充满，伊当甘心为着主来顺道。第5项，圣神充满，互病得到医治。使徒行传第9章17节到19节记载，保罗互圣神充满，第一个反应就是伊的目睭得到医治。第6，一个人有互圣神充满，伊大有信心，大有信心。使徒行传11章20节到14节记载，巴拿巴大有信心，便就感动了侪人来跟对主。巴拿巴大有信心，便感动了很多人，信了主，归服了主。第7，当互咱若互圣神充满时，会当互咱拄当异端。使徒行传13章第8节到12节有记载，因为保罗互圣神充满，伊会当拄当邪神的作怪，阻止西所异端，并且互当时的总督诉求保罗，因为安尼来信耶稣。这是圣神充满，咱来看见才会当得到这个气力，有这方面，这几方面。现在姊妹，使徒行传中间，咱当最少来当发现，一个互圣神充满人有7种属灵的才能，而且这个才能最后的目的是要为着主来做工作，互教会会当来设立建立，大得到兴起。今日咱要安怎才会当有这个属灵的才能，互圣神充满？我相信今日在座每一个基督徒，拢已经得到圣神，因为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3节讲起，若毋是互圣神感动的人，也无有人讲耶稣是主。总是得到圣神甲互圣神充满是两项事。一个悔改受洗礼的基督徒，伊的内面就有圣神。所以，当咱洗礼的时，圣神搁一遍倒转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当咱洗礼的时，其实圣神已经互咱。总是未必每一个人拢会当互圣神来充满。
那什么叫做圣神充满？就是互主完全来伫你的心中来做主，关切你，是你的内面真正掌权做王。当你互圣神充满了后，你的工作就将得到高效，生活就有见证，你加减拢有刚才拄则咱所讲去迄7种属灵的材料，有七种的材料中间，我相信咱所有互圣神引出充满啦，拢有这材料，无一定拢10项拢有，总是可能1项2项。使徒行传第2章讲起是五旬节，迄天，门徒互圣神充满，因为什么互圣神来充满？是毋是因用各种方式来追求圣神充满？我相信当时的学生，无论什么人，无来求圣神充满，无特别来困。总是因互圣神充满以前，因做了一项真要紧的代志。什么代志？就是因是来等候主耶稣的应允。使徒行传第1章第40、第50到第80记载安尼讲，耶稣甲学生聚集的时，来吩咐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爱等候被所应允的，就是恁要受圣神的洗，并且得到顶面来的材料。当耶稣上天了后，耶稣的学生果然照耶稣所吩咐，倒转到耶路撒冷一个真细间的一个老厝，一下同心合意，全部祈祷，一下等候，一下祈祷10天了后，门徒一耶路撒冷祈祷了后，主的应允是迄个时祈祷的日子里，是迄个时祈祷的时，就是表示门徒愿意背叛家己，悔改认罪，倒空家己，为圣神充满背叛道路。圣神充满是上帝的代志，是上帝主动照伊的意思来予咱，这是恩典，咱无度去强求。总是咱爱需要等候上帝，也是讲背叛家己，愿意专心顺服上帝旨意来行，愿意伫咱的生命中间完全互主来做咱的主人，来支配咱的人生。当你什么时阵背叛好了，什么时阵上帝就照动讲，其他互圣神充满你，然后呢，你就会当得到圣神的馈赠，你的服侍就有高效，会堪得到考验。亲爱兄弟姊妹，今日咱台湾的教会，咱的努力、热情来遵守主耶稣。国外上天以前，互咱传福音的一个大使命，因带人来归信耶稣，培育文道的运动，甚至成功，堪得考验，互更较侪未信的咱的百姓会当听谈福音，受洗礼，归入上帝的家庭，互台湾的教会会当兴起。那安尼就是来看咱所有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是毋是愿意倒空咱家己，互主来掌管咱的生命，互圣神来支配咱，互咱会当互圣神充满，愿意将咱上好的金银宝石来献上帝，来建立耶稣基督身躯。也是讲，咱只有愿意真侪一个得到圣神的基督徒，敢若愿意奉献一寡咱所剩的迄个茶草豆果来互主使用，建立来建立耶稣基督身躯。所以咱是毋是愿意献上咱的金银宝石？也是讲，咱只有愿意献出咱的茶草豆果子。亲爱的姊妹，当咱奉献金银宝石来参与起造耶稣基督身躯，甲奉献茶草豆果来参与起造耶稣基督身躯，因拢共款，即奉献、即参与起造耶稣基督身躯的工作，总是个人都前书
咱来今日看今仔日咱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3章14节到15节，有甲咱讲起，人伫迄根基顶面所起做工程，乃当存得住吼，伊就要得到奖赏吼。所以人咧工程啊，互火烧落去，伊就要拄着损失啊。独独伊本身要得到救，虽望得救，毋过吼是亲像对火中脱出。我们虽然得救，可是好像我们就在火焰当中被火焰烧拖出来啊，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以伫保罗这段经文中间，咱才发现，当一个人愿意来拼空家己，互主来做主的事，伊就当互圣神充满，互圣神来支配来使用伊。所以伊当愿意将最好的金银宝石来献上帝，伊就要得到圣神的馈赠，伊的服侍就有功效，会当得到考验。毋但教会就得到利益，伊也要得到上帝的赐福。对遐个只愿意对家己来由家己来支配人生基督徒，希望伊会当参与了真济耶稣基督去做，总是遮去做工程，只不过是查草丢果而已，就挡不住这个火的考验，就功亏一篑。而且因的人生虽望会当得到圣神的活命，总是却无办法，互圣神充满，会当过着喜乐、平安、得胜的生活。亲爱兄姊妹，对咱淡水教会来讲，咱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基督徒。154年前，马偕牧师设立了教会，真侪台湾北部第一间的教会。教会的先辈已经为咱拍好了真好信仰的根基，而且有非常神武的佫水的礼拜堂，佫完成了教育大楼的重建，就是马偕教育大楼，会当真侪咱培育教会信徒真好的硬体甲软体的设备。希望这2年来，咱无有咱自长的牧师伫遐来供应咱。总是咱犹原有真济。咱的长职，咱各团体也会长、长工、小组长、圣歌队、上年在下同工、因遐拢有缘忠心顺主，来承担教会各种的事工，也有侪的牧师来关心牧养咱，但咱相信上帝已经要为咱来备办新的牧者，要来到咱中间来牧养咱，要甲咱三个同工来兴起上帝的圣。这时，我要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来想，咱是毋是备办心，要努力搁一遍立志，总动员来推动教会各种的事工，互咱的心灵的圣殿。愿意互圣神来充满，定心来去做，愿意献上咱最好的时间、金钱、体力，才会金银宝石来互主使用啦。如果咱愿意拼空咱家己，存着感恩的心来听候主的应允，那安尼上帝的灵、上帝的神一定会大大来管辖咱，互你、互我，愿意甘心乐意，互圣神来使用。接受各种的装备来参与教会各种的事工，一人一事方，一人领一人，即款的决志的事方，会当互教会所推动的各种咱所要备办的事工，互咱的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真正互圣神充满，来得到圣神的馈赠，互咱会当看见主的应允，袂有落空。圣神会甲咱三个同工要来设立。建立耶稣基督身躯，互咱的教会会当大大来兴起。这是第一方面，我要甲咱三个想的。第二方面就是讲，咱要恳求上帝的灵来帮助咱，掠耶稣基督做根基来建立合一成长的教会。
是哥林多前书3章第10到第50，这段经文中间，保罗有指出，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有怨妒、有纷争等等的代志，所以保罗无掠哥林多教会做属的，因是属肉体，正是真正主所依赖的教会。所以保罗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清楚知影，互因知影讲阿波罗无算啥物，保罗也无算啥物，只有互因只不过是一个职事，教主所吩咐因，逐人来引带栽培，总是要互因大造，只有上帝尔，只有上帝本身才会来成就这事。所以保罗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信徒，爱伫主的内面合一，掠耶稣基督成做教会根基，来建立基督的身躯。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保罗讲起，伊甲阿波罗拢是上帝的同工，因的责任就是要互信徒合一，来合一是上帝的家庭中间，其他来不断来成长。所以保罗是将上帝比如做田人，要将这个信徒比如做田园，互这个田园会当是这个田园是指咱内在属灵的性命会当来成长甲栽培的所在。当时保罗会当将上帝的比如讲做一个建筑师，毋是教会合一每一个部分。通过建筑师的整合，互咱会当尽然好成。真明显，保罗爱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信徒，毋通搁再有分党结派，爱是上帝甲圣神的引带里面来下地基，来建立合一成长教会。其实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咱会当发现。保罗有即款的愿望，所以伊对哥林多的教会信徒有讲起第1章，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伊有讲起讲，兄弟啊，我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劝恁议论着相同，恁中间无得有分党，就是一心一意，大家相契合。今日咱要安怎互咱的教会一组内面合一成长相契合？我相信只有圣神的帮助，才互咱会当一灵的内面来合一。以弗所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讲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并疼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合力尽力保守圣神所示合一的心。在这段经文中间，咱才看见。圣神的工作是咱合一，是要互咱合一，毋是要互咱分裂。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到12节，只要讲起，伊所想说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为着要互圣徒招备来做切样的工，去做耶稣基督身躯。伫这段圣经记载，上帝互教会内面的人有无共款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阁有教师。教会中间为什么有这无共款恩赐的人？以弗所书第4章12节，甲你讲起，这个人拢是为着要互圣徒招备来做切样的工，来去做耶稣基督身躯。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12节，又提起讲，安尼恁既然切心无属着神的恩赐，就求互恁充满来建立教会。所以保罗也真清楚，伫哥林多教会真清楚来教导因，通过圣神的帮助咱，互咱来建立一个充满合一成长的教会。我想这是非常的要紧。直接讲起，咱就华语讲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文书，咱的台语圣经讲建立，直接来做就嘛有建立的意思。真明显，保罗搁一遍来提醒咱，今日咱每一个信徒拢有无共款属灵的文书，
总是遮个文书，是要互咱一组的内面合一来建立教会。合一乃是教会起造设立过程的中间的一个目标。总是教会是活的有机体，所以建立合一的教会，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工程，乃是不断表现合一的过程。就亲像《以弗所书》第4章15节到16节，特别有讲起，讲是点伫真爱讲话真实，互咱伫万项渐渐递到迄个最头的，就是基督。对伫伊全心结联合，就是对100节的三接应，照逐体该然的运动，递到身躯拿重大，伫真爱家己去做。所以遮真清楚，就是讲咱所有文书啊表现，就是讲，互咱遮合一连接是耶稣基督，互咱是听内面来建立咱家己。这种是圣性内面的合一，一听内面成长的关键，就是需要圣性的工作，互咱在圣性所结的，因为安尼来个别耶稣基督来信主的具体，会当掠耶稣基督最根基来建立一个成长合一的教会。亲爱的姊妹。因为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文书，检察你会晓赶鬼、医病、讲方言、做先知工作，为管理教会所有行政的事务，也是讲你真够，会让教人唱歌即款的文书。遮个属灵文书拢是好，总是有了遮个文书，毋是要来高举家己，毋当互教会来分裂。圣经教示咱，上帝赐予咱人属灵的文书有3项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设立教会、建立教会，耶稣基督身躯。上帝赐了文书，为着要互咱投入侍奉的行列，共同来建立耶稣基督身躯。第二方面是要为着要荣光上帝。上帝互咱为文书，除了互咱建立教会，第二方面为着要荣光上帝。逐人照所受文书3服侍来做上帝百般恩典的好的关键。这个关键上要紧啥？就是要荣耀耶稣人。关键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荣耀咱的主人，咱的上帝。第三方面，上帝互咱文书是为着要造就别人，为着要造就人。所以只要讲起，逐人照所受文书3服侍，这3服侍就是帮助咱通过咱文书3服侍。会当遮来造就人，可见文书的使用是要互人得到利益，要为着要造就别人。当咱了解上帝赐予咱人属灵文书了的目的了后，咱会当更加发现圣神的工作就是爱咱合一，毋是要分裂。共同为了要来建立咱的教会，为了建立教会，每一个肢体共同来荣光上帝。因是咱要做，互咱的教会真侪修国修成的教会，真侪荣耀上帝的教会。那安尼就需要咱教会每一个肢体会当每一个人是讲倒空家己，互主来之所为，献上咱最好的经文宝石，真正互圣神充满来得到快乐，会当经得起考验，来为主来做见证，并且发挥每一个人文书彼此造就，掠耶稣基督做根基，共同来建立合一成长教会。亲爱的姊妹，咱就要迎接新的牧者来到咱中间。总是咱的心灵的圣殿是毋当备办好势，会当定心来去做。咱愿意献上最好的时间、金钱甲体力来参与教会各种的事工嘛。真渴望咱会当通过圣神来感动咱，掠耶稣基督做根基，共同来起造合一成长，甲听教会，来荣耀上帝的名。咱三个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是何等大的福气，会当154年前
马街博士来到是台湾淡水这个所在，真侪福音的群区，会当来去做第一间的教会是咱的淡水教会。阮会通过侪信仰前辈来培养阮，会当通过教会圣神的带领，互阮会当延续不断，会当将福音讲传。阮感谢你的恩典，恳求上帝帮助，当阮要迎接新的牧者来中间，互阮会当是圣神的带领，互阮会当合一，互阮会当来共同来去做耶稣基督的成父。会当通过阮愿意来服侍主你，会当通过阮互阮的赐互阮的恩赐，互阮会当只来建立也你的圣殿，为着荣光上帝，为着造就别人，阮将服侍，阮会将阮的恩赐比出来服侍，为着要互阮的主人，就是耶稣，互阮的主，阮的上帝会当得荣光，会当通过阮的合一。阮的彼此相听，我们有气力将福音广传，来引带大淡水地区侪百姓，会当来到一个面前，领受上帝的救恩。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免。